我哋都知道微軟嗰可是美國 AI 初創公司 OpenAI 嘅超級大金主，而貝萊德呢，喺 OpenAI 董事會入面都有自己嘅人。可依家劇情大反轉，微軟同貝萊德居然聯手，同 OpenAI 嘅強勁對手馬斯克嘅 AI 搞起咗合作，呢個真係太令人意外啦！美東時間3，微軟同貝萊德官宣，馬斯克嘅 AI 加入咗佢哋嘅 Global AI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聯盟，打算一齊砸300億美元，搞數據中心同其他 AI 基礎設施建設。英偉達亦正式入局。要知道，英偉達去年就被指定為技術顧問，依家都算係正式歸隊啦。大家唔好忘記，微軟之前可是俾 OpenAI 投咗大概130億美元嘅，但呢個微軟都冇將保存壓喺 OpenAI 身上，自己都喺偷偷搞人工智能。本月初有消息爆料，微軟已經搞出咗自家內部嘅人工智能模型，而且覺得呢啲模型能夠同 OpenAI 一較高下。仲有個大八卦，馬斯克可是 OpenAI 嘅聯合創始人之一喎。可依家呢，佢同 OpenAI 嘅 CEO 薩姆亞爾德曼簡直變成咗死對頭，雙方仲因為 OpenAI 向盈利性結構轉變嘅事打起咗官司。微軟同貝萊德講咗，曬同英偉達加入之後，呢個合作組合就改名叫做 AI Infrastructure Partnership， 即係 AIP， 主要搞基礎設施投資，好似能源項目咁嘅嘢。重點喺美國，部分資金亦會投到合作國家。呢個 AIP 聯盟係貝萊德、微軟仲有阿聯酋投資機構 MGX 去年一齊搞起身嘅。當時就話要搞300億美元私募股權資本，目標係調動1000億美元嘅潛在投資。呢個 AI 圈簡直比8點檔仲要精彩。微軟、貝萊德、馬斯克嘅 AI 仲有英偉達湊埋一齊搞 AIP 聯盟，就好似一場超級大亂鬥。軟銀集團同 OpenAI 嗰邊嘅星際之門計劃都唔係好欺負嘅，兩邊咁較住勁，呢就好似一場冇硝煙嘅大戰。到底邊個能夠笑到最後，真係好難講。